受到极端气候影响，农业的方面挑战嘛真大，抵抗高温、可旱也是病虫害的新品种就真重要。农业部今仔日甲世界菜市中心来签约，要来加强开发农产的新品种望讲双方合作，共享资源，为台湾、为世界找出一寡新品种的作物。顶礼拜开美风台扫过，真侪农产拢受到影响。根据农业部的统计，农产和民间设施的损失超过28亿。部长陈俊贵表示，大港会做农产品的调度，也会启动见效监控的机制，等来稳定采购。我们预估大概3到4个礼拜时间短期叶菜类的价格的波动会比较大，每一天都做适度的调配让这些根茎类的这些品项能够部分的替代叶菜类的品项。为着要因应极端气候的挑战，降低农业的风险，农业部和世界菜市中心也有咱10个试验改良场第31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世界菜市中心的总部就伫咧台南县化，已经设立50栋，有全球上大的菜市整源保存库。未来双方合作，要做伙开发较有法度抵抗极端气候和病虫害的农产品种，另外嘛积极栽培农产的人才等等。Distinguished guests, the World Vegetable Center is very fortunate to be based in Taiwan. With its world-class science capacity, represented by all of you here, but also, of course, because of the very strong vegetable sector in the first place. 所以，透过这样一个签署合作备忘录，透过系统性的研究，能够让我们双方的研究人员能够在资源共享的前提之下，能够加速我们的研究，让我们的不管是品种也好，或是技术也好，能够更具体的一个落实。农业部表示，世界菜市中心毋但有世界上较全的菜市整源库，保留65000多种的遗传基因，这是面对未来气候挑战的保障库。另外，世界菜市中心伫全球也有真侪研究基地，双方拢希望未来透过合作，伫咧农业研究也有资源共享之下，会当为台湾、为世界做出真侪贡献。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